娘介绍一番句话，方清来得个相信。说不是，表教不了娘逼得出高做死狗人，为当了得，急于要帮帮头。那么蔡姑娘想出来，那个高头是我晓得着，到底安做过分做过我不清爽，还来到当地方去。搿当地方肯去个，得发做过，不肯去个，绝对别家做大事，杀人花日自为当。因为小道是曾经发过句的呀。将来我不做过，不到襄阳，不到自为当见姑娘，就说现在方清肯去嘛，蔡姑娘这你的大事搞了些，不好，是地里条路来到自为当。那么方清根据蔡姑娘指引的路花，几个花球门最攻不出到此地，四口自为时，理想就是自为当。现在方清当中受听。口口3年，还是该着自为当，宾客纷纷。当中啊，十里姑娘什么当中两旁比乌头阿妈娘姨，个取消我，是我方清是个穷举穷乡，哪会得今朝到此地来？我当中光釜底使用啊，少个地动走走。今朝大了呀，一个人在不得，但是机灵聪明。想起13年十里姑娘对自家一番嘲笑，三姑娘电影镜头上的一幕一幕侪出现了眼睛门前，心里想老少志气不平嘛，看见个面只书中读书人啊，出去侪了自对了，木得没用，天得必报，做首诗不举，那还不举啊？这身经大地不容中，世态炎凉金沟动，无少不开虽几子，一股谁木人人用。还有一位千金宝，领出2处皮革中。世事茫茫浮丁人，每将几杯欲动。实行不举，意思呢？世俗人情，世态炎凉，从前到现在相同，有啥个意思？还是诺语动几杯，最刚武苍苍的人来得好，意思里向就要讽刺那个十里姑娘。你们说了老等啥人？等表叫我来帮头。我再关照蔡姑娘，蔡姑娘这次两的毛带或是最露轻啊，为啥？狗咬这个人啊，来要怕子王本和天下去行分人让，不如都是用他计划。来他欧堂里向哭分哭着，想将相思毛病想出来分享着。我不出关门的乌队，今朝把我的绑上。这是云台北中大将临沂国上的工人。上期报喜，那可啊，上帝都没明白，顶起码500两银子。那么想想哈，方才姑娘一番句话，我还讲一番句话，2番句话，记了。等些上去告诉小姐，请小姐来比比味道看，对个。叫天将今夕重逢时，西报玉髓两载人，醉呀，得，忙真流浪来。
个小家，宋真之他爷娘米拉在母亲，铺偶一场毛病，细叫死呀。小子嘛亲切切，一把把切切几针，亲手那病女一名字他女的一类心上一定难当定在家，身中人为何一家，并这干话那句他细数一名风万杀。望着流浪来，那么流浪向三角做啥呢？倒是一股子受了等村的志向，闷闷不乐的让上心事。上啥个心事，天机方清。哎，啥奇怪？倒是三角只能自家天机，不许别人提起方清。啥人提起方清，倒是两白面孔关乎。刚正蔡姑娘说这一声，说条三角。今朝我早上起来，听见外师戏出了浪街，看上去你姑娘来夸赞。众人为三角听见是蛮卡的，不过张三角面孔一般，说得彩平。你等从今以后不许提及他，弄得个蔡姑娘落上伤的，所以了一切了下流气在。等到蔡平一追门，三角是梦操心。我们人啊，真正走脱个蔡平为地上提起方寸，无非想搞搞我个婚门。那我们人好去不得去，反而是冒有理呢。不过做人的蔡平啊，我不许你提起理，我还有我的苦衷。为什么我们的娘的方寸三姑娘又高一样？记得谁就知道。来娘家让我流浪向，还是讲起方清。喜鹊娘上来听见了，老夫妻吵是吵得来，喜剧能荡起来。真正才会一点点，要拿我媒人爸爸举送定才要去吵脱得来。那么去到王伯来求不给，他如今朝提起方清，再不娘听见，可是不得了。娘的脾气啊，拿出来就是。所以我从今往后流浪向，不许多提起方清两个字。但是我自家心里想，忽然发来很气急，因为你是眼睛人啊，两家人家相依，我们的终身，就让我开旁送终，才要看你一个人。你得说说看，讲哪份千几里呢？所以现在一股子受了邓村的之里向。闷闷不乐，来归，不饶一家呀。
在幸福着。只听见讲人辣上所在，官场王本勾搭上所，但是走脱在，到副厂去在，再勾搭副厂嘛，但是一发了孩子。那个人到底了罗大人，倒是现在想了想，只觉得喉咙口痒气血腥气，哎呀发灵着，看上去全凭佛法一样吐血着啊！还是翻起想里，去年还是千几里呀，想了想嘛，成功一场毛病，那么取得王本一封高信，遗憾我真病。倘若今年再违病的数日，反是高兴，哪怕真的人立了我门前，还没办法子。那么自家身体就自家包容点吧。但是你对都不开那弄法，啥个？让我口口是嘎嘎昏闷，对。泪往心头浮连累，室内已是水内那，所以谁睡了诗里向，吹这本事刚正脑大水里，前腔蔡姑娘到流浪，走上来一口烟，这口气三家，坐了灯卡板里向。顺道头想上了口样么子，口上么子，让我一过去口，所谓亲手亲家一过来，一到小家背一口么，哈，小家手里弄本立本，一本黄历呀。哎呀，小家你为啥口立本家？口到立本谁要有事体了口呀？小家，你谁就是搭得我讲讲？哎呀，彩萍啊，我听你服务不实，服务不待，有混瞎讲。你有心思了还冒脱我，所以要看立本。你非要看起个么立本啊？立本几千年受下来，直到现在为了泡用场，特别农村里向，啥辰光饲养，啥辰光落果，啥辰光再起来再，谁要泡用场个？搿有辰光你自己身体蛮好，啥么啥的，觉着一样收着，哎呀，看看立本口，今朝啥个再起呀？还要泡用场个？谁要拿剃头磨牙，还要改好日脚，改事业。事业天子头，人人，倘使改错，改至后日，晓得这样头来啊！做生意还要改日价，开张改啥个日价？10年个布啊，1两布就是一定要发，1两发，嘿嘿，到底发么另外桩事体，讨口才到底在欢喜个呀！那你大家看见子嘛？老兄啊，恭喜啊！老兄身体健康，老兄多多点奖金啊！老兄，我有那上船啊！听了大家别无心，他看在中国将来讲嘛，五国丰登，陆续兴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国富民强，中国的家强，中国人到世界上都谈得起，谈里再摸得出都是好人。搿里向摊位交关的了，他看在。我有个朋友过天最近开饭店，收据么欠地里同地，脑子好色气氛拿得来。要好要去套子，就说你熟头相声的本个改日脚，一改日脚嘛4个字，不宜出门，那不要死着。要好了还拿钞票呀，不宜出门不来塞个，搿么哪呢？门不出，墙头上花出去，不知那不里想出来个，花子出去了，墙头不到了，张公龙洞翻下来，人自家墙头上想来污你了，周头在阿拉海。东阿不好动，汪啷喊个儿子，快点弄点来，你弄脱点，周头弄脱点，让我爬起来。这个儿子也欢喜个，说的调等一些，让我进去看看立本口。等到里向立本一翻出来嘛，调哈哈，立本上小出，今朝不你同痛啊，你再困一天吧。相信得是干的了。哎呀，这年头现在那小家肯定有啥心事，让我听听，别家口，那么彩萍啊。听别家你才晓得，要隔壁听叫听别家，里个听别家两样。随了小家背，一只手灯墙上一打，一只手眼里向一戳，头知道小家头经理，不晓得你方才奔上来，气得很，两道北风像小风向上的两道，猛中小家7、8分那个头经理，哎呀，风动的啦！搿头经里向风吹上来有点热溜溜，
为的肉样子你啥个么子讲？现在给他奇怪子，他走的来一口嘛，哼，想不了，让你们彩屏吧。哎呀，谁觉得呀？刚才我狮子那两三等我面孔一热了，下来去在。哦，现在上来生样的，一龙被听别讲，那么取得我这里份狗出来，躺在狗地上面，那不里听见嘛，一样弄乱不想。哼，你不来接应我，不觉得我是接应你了还？现在头一百，这做分口去。哎呦，东港对一百，我是高吧？我打发还是一百个出来噻个。对待小姐们子，啊，小姐啊，小比彩屏及小姐开头薄。罢了，起来。是都是小姐。彩屏是有个地方好，明明晓得小姐水里向农本日本，搞去光眼为了问。啊，小姐啊，请问小姐你来开什么书啊？啥个什么刚正拿到水里分口个了呀？对水里向个本事一口嘛，呀，先叫我写出来。那么拿到一本叫千年读不入，万年背不出的日本，那是也看个来不及，那么先口气，这还来着讲，那开的是万里。哦，开的是万里。你个笔记，或许当时说过门的地啊，门上说过几是四个朋友。啊，小姐啊，开万里做什么？做什么千机方清呀？年头都不太。那么像刚刚婚门吹本书，不跟他一吹嘛，吹到本日本，实际上不能是搞，要不你进来一块人搞，还说一声，那开的是去年今日，看看去年今日，去年今日有场毛病先叫我死呀！今年今日也会生病噻，所以对付会生病噻，那个小姑娘、新郎人啊，把我寻出来着，搞起光给问问看。啊，小姐啊，请问小姐，昨天的日子怎样？昨日，今朝嘛4月14，我日本飞到4月里向，看到昨日13一道嘛，哎呀，只有4个字喏，只是不宜。不大好。明日啊，文章5半，看到5半一道嘛，哎呀，但也只有4个字，非是不及。两日天才不好，今朝不知道，公要来个一天啊。小姐啊，今朝怎样啊？今朝14，看到14一道嘛，哦哟，今朝搿一道字都是多得来，太满了海呀！但是从前看日本也有个四绝门街，字少年总归发灵感，字多嘛总归还人讲。所谓了，不说是搿种文盲，不是字看不懂嘛，哎，但是搿种书啊，日本版看得懂的。现在一看，哎哟，今朝还人叫完。哟，彩屏，小姐，想今日乃是夏良人。哦，今朝乃是夏良人。好，你讲，就是良人。实在小姐意思蛮清爽的，是人的人，就是从前人光了，妻子小心小不上夫不叫名字，还称良人，一个人的人，应同事宜。当然人人开心，乱乱不想想。啊，小姐呀，想今朝古庄海良人小辈来了一个海良人，相亲催进去会见这个海良人。那个做阿说闲话讲，我讲一声海良人，就是说今朝是海日家，倒是留下来一连串在。今朝是对海日家，我是来自海日家，你还是我去旁头个海日家，你叫那旁头发子你。彩屏，小姐啊，你在背江苏什么？啊，小姐啊，向小弟来恭喜小姐后喜千金呀！哟，是从何来？啊，小姐啊，想最恭喜嘛！小姐听兵啊，那么得来人人开心，乱乱不想想在。
吉他，只怕送死为难性命。这是口东啊！那么三姐听子阿东呢，一点点分懂。三姐想讲着我自家觉得男子蛮清爽，现在不理上来，忘了他是让他几个一他们，但反而他无都在，这样。三姐听不懂他。拿出来拿我打，那么蔡姑娘倒有点发觉着，就说该个辰光，砰，牡丹花台子浪向一亮，两只枪眼睛替三角亮亮亮，烧名堂嘛，发武器之外。蔡姑娘她是一起讲。今朝来上一上，小小的是特地装备来把戏，女飞将喜秋呀。之人哇，那么彩萍啊，有戏子们来讲，你不讲嘛，我哪晓得呢？彩萍，究竟什么喜日？这样啊，谢谢啊，像这个戏嘛，讲天大之喜、地大之喜、府中之喜、官阳之喜，那是极大极大的喜事呀！哦哟，喜个名堂倒蛮多的，究竟什么喜日？这样啊，谢谢天兵啊！气氛，心口气氛喜，非银山一担家，气氛说尽，气氛喜，头西的风筝几去那。
出之计必是家，不想反问是不想杀。想想必是闺中做事到狱中去，采着牡丹两朵花，在那花下逢一来女婿家。可晓得什么子？你我不往拖来叫，猜猜买对我碰到新人啊！我不看你不是碰到新人，你手里啥个小了嘿，上来上个路的叫。哼，既然你讲碰到新人嘛，你忒讲忒笨，你应当问个新人他的先得吃子下去嘛？你反来不是我走，你还去做新人走啊？既然你讲新人，口里哪说下去？蔡斌，谢谢。这西家必怎样？这位西家嘛，他下才定，还想生生什么子？西人在那唱说，你那还结婚？嘿嘿。他说的是东来水到叫云呀云呀，素贞不人差，一路云里当家，生我才这东北话。相识儿相见么来相识，礼不允用生不得他，专属一个不让他看起女人，听一听他吃碰反知真是他，一定无疑是他，不想请崔进去为妻。你为为他激激他开开他翻翻他抱抱他问问他试试他求求他谁知荒诞努量他看路相逢得罪他叫不得人是他只怕非不句句东来人他们我是真我是假，你是不大有的不记他，不问根据不懂。写这一口东啊！说我你那发五年还不管他只半日再没少关照我的下头，得个他去排队，那么这个他后续呀神你，你真正走特早，而是我现在可以随随便便下去，得个没3人去排队的，哪不里说出来个讲？总而言之，这个下头平常我特欢喜，把我冲娃子，冲得来规矩一点点不叫没吃东面。那么今朝么呢，也做规矩在。倘若再不做规矩，你石头要爬当头发，几年都拿来夸这样。所以现在刚好的面孔一背，走哈，不灵光哇！平常我做你马上对我搏，做了不搭档该，因为做不要吃得饱，吃得后怎么吃饭子？所以我今朝刚上去不灵娘对我对句讲，硬结结子的了。我哟，难得现在真的有点关口子。哎，你这吹丫的，究竟后续两人是给乡亲弄相继下律，实在说是红衣楼女，莫怪弄相继够真言他了。什么呢？真的我当然，可不介绍你社交，不能知道说抽子。现在你为此有侬个当嘛，我得还要他两趟了，今朝掏出子味道来着。啊，小姐啊，像他只能够乡亲的相继下来，他不能够让路来的。他虽然不能够让路来啊，他但也能够让路来的。他虽然能够让路来，终究是客气的。虽然客气呀，你与他知己的呀。这种小话闲话讲，听不懂怪。
也是么客气个，也是么知己个。来着讲客气子了，不为知己者。那么知己子还不必客气。我又看上去我今朝里不来是话，今朝只有侬娘个牌子寄出来者。哎，你这吹丫头，究竟何须让人输给乡亲奴小女？说在谁次将你送到夫人那里，一然被子从容之道，方成奴小姐心头之怒。小姐真个光虎仔，当然心情开心呀，乱不起的嘞。本来小姐当大夫通的，我自己嘛对着身上想拍发拍发，这样拍坏人。夫人当吃不消，夫人当起来讲动态立个呀，跟哪来三家？那么讲车子吧，讲车嘛是姐姐啊，你哪笨得嘞？他不是被你姑爷呀？哦，不像蔡姑娘个的资格，你现在讲没有讲车个，真就要了他子上像他车板。非得了他子上像他车板，而且赢得来三家还要带一个他子出来，那么还不能监管我啥样心他？可是要绝对真点的啊！啊，小姐，想这个他嘛？谁呀？谁是他呀？谁个分手啊？嘿嘿，那。每日问啊仔细是个他，对讲到大吉他家丁背起了他，要为门称过他，跟比人他来一是他，推推当等待他，万本天要心烦他，小鸡绿绿等待他，必是彩屏去为见。三次下一班，你的小鸡聪明，为猜不出他小鸡可懂啊？那么现在听到该打懂了，可是懂在，他若再不懂事，神猜我不像襄阳才女，要才是比人多讲一纳，比母女实在有点没实在。听你讲，红奴才子襄阳伯伯嘛，哎呀！不是别人，是我小姑人方清来着哇。小姐是时儿听不懂他，继儿听有些模糊他，中儿听方是明白。街上里放狗药，那么哪怕呢放狗药不人肉街，那么街上里放公子、放毒药、放山药还可以接。哪怕谁不人肉，那么街上里放生、放军、放先生，还是那里称呼蛮多了。至少不叫称呼了，叫一个他呢。哦，一想对着，因为刚才的地气放清我这里面孔一般。规则里从今以后不许提及他，那么现在眼眼条绑着，所以上来嘛玩啊他是啊他，为了迎我他一趟，那么错卡的嘞，我他只一趟了，得不能冒有的几十个他呀。我有三句话的呀，得来讲哎，我真正要做人当心点的。哎，话一肌肉的方清绑定了，不知俺问问你，3年的事体吧，给他定眼睛。
听听看，翠屏小姐，既在蒙对头上相见，可曾分给他3年的时间？啊，小姐呀，小弟当然问过的呀，哪去想过以为此须无语，岂谋于我呀？子虚无语，然后是提出，还是的啥？他怎样讲法？他说的，而今中斗女大，与撒花仙女俱得蓬莱山上，他已经出家从大，拿了御动几杯，醉了江湖，唱了大人了呀。什么人？别的妻子3年变他一个人，从前是个守财相公，但是给他来变个大事先生，奉旨御动几杯，吃蹦蹦唱大人，为了天浪向短短秋子做仙人。哎呀，真正的哈是提出啊！为啥这个哈是提出讲？小姐听到该等，心里到底不靠我着，一不靠我，但是面孔会涨红，一涨红面孔嘛，小姐对神大不想。蔡姑娘看不灵啊，面孔涨红嘛，也要发毛病是吧？非要再是砰一口血出来，没办法讲。而且小姐，我来这搭来讲，子虚乌有谁句话，姑娘个点句话过来，还晓得我句话大王，我会得回讲过几个呀。而且说的好，小姐，小姐呀，想故意三周大家装束，还没有御史的应用，三周江湖里灯，并没有江湖的事气。这小弟看来，故意定乔装改扮，做了官了呀，何以见得来晓得？假说你一旦改得了。这规矩啊，出自家在，做自罪人者，出家扶家，出家扶族，应该问问娘，问问姑娘，问问老丈人。假说你3个长辈谁不问呀？都是问起来别叫，问起来高知不呀？是仙人还问起高知不噶？这个女的吃秘密，吃仙人玩。好大人，一不大神。今朝忙里唱这一回事啊，不得了，吹着2趟。那么真叫年纪轻60、70岁唱得动呀，不如到不归来。哎呀，现在这姑娘就你这么小娇来定心呀，你搞来戏呀。那么小丫头一番句话回讲过去，我说姑娘，那3人不相信，你夫人当来把他讲得杀脱。一路小姐灵啊佳人，好，我偏偏的呀。我是把你是齐家人的衣食，小子是一日一月到一日。我说你小姐夫人有啊，没办法，搿么那哈年吃铁他。剃光头，出家做只死狗子。哎呀，我哈哈哩呀！我说小子是那世间呀，最去情死法。小他是生着空门把饭你一出家一做死狗啊，两面不得在。讲是某意遇不罢，别提起个小心义气的良心。就说我实讲一讲了，姑娘就讲着，说他好端端一位不卖千家小姐，因我要出去家来了。那么小丫头反问了一句啊，我说姑娘。内心的只许你公益出家，我家小姐吃不得家吗？你还晓得姑娘孙郎大事当被你哪讲？你讲我方子文和尚出家，没有清爽是个高来戏呀！我看他并未出家为御史，一定
讲起个大事讲来去。不过现在班长我下去得里帮团嘛，三朝一周女的发来，今朝不能我去给，那哈么是得彩屏啊！今朝我为三人大礼，不能到下头得里帮团。为什么啊？第一人大礼，要得啦！第三人嘛，要得啦！此里当知陈林西游，空夫人也只被我识回。于是讲三人大礼，所以我今朝不能下去得里帮团。那么你讲起来，哎呀，那么现在侬我放弃下头一股子500人赔礼咯，哎，搿搭不要紧，哪不要紧讲？要得啦！倘若方家公子夫人过，你到会厅当兵不来意，可是啊，蔡姑娘这一对小家，来心细想得周到，特别是第三人。结婚夫妻帮团不被人讲说话，说话来小家，我下头出去不见得有面子。先请老幺帮团，搿大母上既如此小婢去了，那我要翁西厢为何为之不？
不下下，下不露三不万岁岁，岁万花永万，一送送送一随体为美错错错美恨枪心恰恰心柔在相飞他日密密我看谁想要算一对对一醉谁泪足冷冰冰不必鸡肉叹自己他气楚楚心朗朗水声声泪汪汪雪白白是体里呀我楼伤心切切切人心太他太离离太太气两楼的人生千里个爸妈妈看不到聚焦想着听得风瑟瑟瑟风风啊起起雨霏霏霏雨漫漫的铃铃咚咚泪不尽哒啦啦天马响叮咚隆隆风景里推动淅沥沥雨滴大海船叮当当钟声是枪声响不咚咚小驴到干非知是冷水水冷风经不起
蔡姑娘嘴里哭来哭去，哭你个小家。宋真之他爷娘米拉在门前，铺后一场毛病，先叫我死呀！小子嘛，亲切切，一把把切结几针，情绪那病女一名字他女的一类心上一定难当定在家，身中人为何一家，并是干话那句他细数一名风万杀。现在幸福着。只听见讲人辣辣上沙寨，官场王本勾搭上沙么，但是走脱寨，到富昌去寨，再勾搭富昌嘛，但是一发了孩子。那个人到底了罗大人，倒是现在想了想，只觉得喉咙口痒气气，血腥气，哎呀，发灵着。可终身良事，还不尽忠。彩屏是一路神人一路追，高枝木对两朵花，待我内归中。飞到雨东。
望真流浪来。那么流浪向三角做啥呢？倒是一股子受了腾冲的志向，闷闷不乐的让上心事。上啥个心事？天机方清，哎，啥奇怪？但是三角只能自家牵机，不许别人提起方清。啥人提起方清？但是连白面孔关乎。刚正蔡姑娘说子一声，说条三角，今朝我早上起来，听见外师戏出了浪街，看上去你姑娘来夸赞。众人为三角听见是蛮卡的，不过将三角面孔一摆，说得彩屏。你懂宋金以后不许提及他，弄得个蔡姑娘落上伤的，所以了一切了下流气在。等到彩屏一追门，三角是梦初醒。哎，我们人啊，真正走脱个彩屏为地上提起方寸，无非想搞搞我个婚门。那我们人好去不得去，反而是冒有理呢。不过做人的彩屏啊，我不许你提起理，我还有我的苦衷。为什么我们的娘的方清三姑娘又高一样？记得谁就知道，老娘家让我流浪乡，还是讲起方清。喜鹊娘上来听见了，老夫妻吵是吵得来，戏就能打起来。真正才会一点点，要拿我媒人爸爸举送定才要去擦脱得来。那么去到王八来求我的，倘若今朝提起方清，再不娘听见，可是不得了。娘的脾气啊，拿出来就是个。所以我从今往后流浪乡，不许多提起方清两个字。但是我自家心里想，忽然发来很气急，因为你是眼睛人啊。两个人家相依，我们的终身，就让啊开旁送终，才要看你一个人。你得说说看，讲哪边千几里呢？所以现在一股子受了腾冲的之里向，闷闷不乐。蔡姑娘就说一番句话，方清来得个相信。说不得，表教不了娘逼得出高做死狗人，为当了得，就要棒棒头。那么蔡姑娘想出来，那个高头是我晓得着，到底安做过分做过我不清爽，还来到当地方去。搿当地方肯去个，得发做过，不肯去个，绝对别家做大事。杀人花业自为当，因为小道是曾经发过酒的呀。将来我不做过，不到襄阳，不到紫薇堂见姑娘，就说现在方清肯去嘛，蔡姑娘做你的大事搞了些。不好，是第二条路来到紫薇堂。那么方清根据蔡姑娘指引的路，几个花球门最跟我说到此地，四口紫薇时，理想就是紫薇堂。现在方清当中受听。看看前3年，还是该只紫薇堂，宾客纷纷。当中啊，十里姑娘什么当中两旁边乌头阿妈娘姨，个取笑我，说我方清是个穷举穷乡，哪会得今朝到此地来？我当中光釜底使用啊，少个地动走走。今朝大了呀，一个人在没得，但是几人长命。想起前3年十里姑娘对自家一番嘲笑，三姑娘电影镜头上的一幕一幕，侪出现了眼睛门前，心里想老少志气不平嘛，看见个面只书中，读书人啊，出去侪了自头了，木得没用，天得必报。周星驰不举，那还不举啊？叫深圳大地不容重，世态炎凉金沟洞，无少不开水机子，一股谁无人人用。还有一位千金宝，领出2处皮革中。世事茫茫浮丁人，每将几杯玉动。
实岸不全，意思呢？世俗人情，世态炎凉，从前到现在相同，有啥个意思？还是诺诺与同结拜，最最江湖苍苍的人来得好，意思里向就要讽刺那个是李姑娘。你们说了老邓等啥人？等表叫我来帮团，我再关照蔡姑娘。蔡姑娘竹子两的牡丹花是最露青啊，为啥？姑娘这个人啊，来要怕子王本和天下去行分行上，不如都能用他计划。来他欧堂里向哭分哭着，想将相思矛盾想出来分享着，我不出关门的舞团今朝把我的绑上。这是云台杯中大将临沂国上的功臣，上几百戏那可啊，上帝都没明白，顶起码500两银子。那么想想哈，方才姑娘一番句话，我还讲一番句话，2番句话，记了。等些上去告诉小姐，请小姐来比比米大口，大概叫天将今夕重逢时，西北玉船两载人，追呀，得，忙真流浪来。是